关系人要出山的时，我是讲要出书的时，要出册时，定定会有人替阮举办发会。我是讲举办发表会。啊，这种发表会哦，来的朋友拢足热情的呢。譬如讲，阮发表会主持人咧替阮的新诗促销时，定定话讲，咱等下甲这新诗小小练了后，一本东方甲一幕，子孙代代受福乐，大讲有无？哦，真好真好。两本南方冰镇会，子孙代代发家伙，大讲有无？三本大方定心金，子孙代代亿万金啦，大讲有无？